今仔日总算甲即个逐年的即个要写自我的拍分数啊，抑是讲甲今年做啥物代志，吼，有即种表单，总算是写了啊。嘛想讲，其实即种行政的物件，就是做啥物理的、做顶司的爱去处理。毋过我是真正较无爱做即款代。我着有伫想讲，其实我是实在是袂合做即项代志。毋过佫追求会安怎咧？因为身躯边的人拢感觉讲，会当做一个顶司做一个小主管是一件做请领的代志。变做讲你若无做，无互人牵绳做顶司，袂煞做落气，讲这个人真正足无显的。我就是有即种问题，就是会想要互人对我印象诚好，啊无就是想要互人甲我学落，变做我定定做足侪代志这长久以来，拢是要做一寡去观察讲别人需要啥物，我若安尼做，伊会欢喜无？会看我较重无？拢足想要互人看较重咧。若伫团体内底线顶的课抑是安怎，或者是安怎？我嘛想讲，若有大粒头即个做先生的啊无就是一个群组内底带头的即个创办人。我嘛足希望讲，伊若会当看到我的优点，安尼毋知偌好咧。想着讲有即个白话字的团体，拄开始我嘛想讲，我嘛做拍拼学的，若因会当讲欠人需要有人斗相共，找我去做免钱的，做免钱的，安尼有可能就有一个团体会当甲我接纳，我就变内底做要紧的人，做要紧的一个角色，就变做讲长久以来，我拢足想要讲，互一个团体，无就是一个较有权威的人对我肯定，无就是讲自从学台语了后，拢希望讲，我若讲开喙讲台语，对方会甲我学落，会甲我报。即马是无啦，因为即马即个台语的环境你着爱讲甲足有即个气口无就是莫讲都无讲你伫讲，阁有互人鼓励较袂安尼，就变做讲我无法度讲我想要做啥，我家己感觉有意义，我着去做。我着需要讲，若有一个团体甲我安怎加油，有一个团体互我靠。我就是长期拢有即种想法，就变做讲，我着不时行伫路里，就听讲有人伫讲台语无？后一代囡仔有爸母对伊讲台语无？若无，我会烦恼烦恼讲安尼我台语讲遐好，嘛无人会甲我认同，嘛无人会学落因为都无时行。变做讲我拢不时受着别人的影响。这可能以前我就知影受着别人的影响，毋过即马体会搁较深。亲像讲以早，阮翁有一个国校的同学，伊就是会定定甲咱讲伊去厝边厝边的朋友，结果厝边的朋友看即个厝边本来两个是较好的，伊是去厝边小解的，哪会厝边
朋友颠倒对伊较看重吼，因为伊较有即个较提升讲话较有理我甲阮翁就伫巴肚内底笑就伫暗就伫遐偷笑，想讲你管别人对你的看法，别人的看法当然是为着利益讲你若对伊有较大的帮赞无就是讲拄仔好兴趣有合这就是缘分。我拢看会着别人为着要互别人，为着要互生分的人肯定去做一寡牺牲自我的代志。我拢看出处，为安怎着我家己我颠倒就是感觉这做正常的。即摆我若讲去为着要加学台语，会去参加台语圣经白话字圣经的即个线顶的活动，我就较白讲我着爱做一个有信用的人互因甲阮看中。即摆着袂安尼这着会想讲，伊若无叫我来读，嘛无要紧有可能伊有伊的即个主持人伊有伊的想法咱呢其实等久若是等会着等着着举一个例，就是早起时嘛有读册会，毋过即个时间有可能大家较无利便而且即个主持读册会的人嘛袂讲兴足侪人去招足侪人，因可能无差，一个两个人来嘛好就变做讲我就真有机会好读。毋过拄开始真正拢袂叫我来读我迄时阵嘛想讲安尼奇怪，怎会拢无爱叫我读？虽然我伫公司真正是较无利便毋过我就一直坚持参加，拢准时就变做讲即摆人变少伊嘛找我，无要找啥物人就是毋免讲去想遐济，讲是毋是我讲甲遐学甲遐较含慢我较含慢是毋是伊对我有意见？以前拢会安尼想，因为拢足想要互别人对我的印象诚好，就变做讲我做一项代志拢有一个包袱拢会想讲拢会像囡仔人囡仔人若伫耍佚佗物仔，有可能有一寡囡仔就会去看大人，讲大人有甲我注意无？大人有讲甲我学落无？我就袂需要即寡囡仔共款。毋过有诶人就是耍伊诶佚佗物仔耍甲足欢喜诶，嘛袂管讲有人甲伊看无，有人去要伊即摆伫创啥无？就是爱找着家己莫一直甲家己像讲去演员演艺人员就是一直看讲我安怎做，即个观众较会欢喜就变做家己无欢喜心，颠倒去要别人对我敢有意见可能恐惊有人对家己有意见，安尼做其实是足忝头诶我嘛是爱豆仔去改就是有诶人可能就是有伊诶需求有可能有诶人就是甲我无遐熟嘛不要紧，就是豆豆参加久来就是人嘛无人嘛我靠我一个就变安尼毋免着急，毋免想讲爱进步爱做甲
其实毋免去讲华语讲会讨好吼。进前拄开始我伫 Clubhouse 有一个台语房吼，伊就变做讲，伊总望逐家甲伊抱吼，变伫内底诶人嘛是甲伊当做大诶吼，嘛是一直甲伊抱。伊嘛讲吼，你若互我欢喜，我会加甲你照顾。这照顾嘛无啥，就是你若入来房间，也甲你烧酒问。我即摆就讲，就莫找即种诶啊，我就去找即马云啊。马云伊就有伊诶机卡，就是逐家来，伊拢用即寡机卡。伊嘛袂讲大细心吼。因为伊就是可能较有经验吼，嘛有去进步，知影讲爱安怎主持，嘛会甲人邀请吼，袂讲有诶人有可能无法度照顾逐个人有诶人就是较敖吼，就知影讲莫有诶人拢自头到尾拢甲伊囥伫边仔，有诶人一直甲伊讲话吼，讲看中啥物人足明显诶，有诶人是会安尼啦。就变做我就去找对象，就是机卡较有机卡就袂互我想讲这哪会超工超过伊，就是歹插我。我就毋免去找即种共款幼稚诶即个主持人安尼毋是搁甲我拖去即种幼稚诶想法。就是我就知影家己诶问题，就豆豆改。亲像讲，阮公司有一个，伊嘛是奇怪，就是我讲台语就有意见吼，因为讲无啥好势。变做讲伊诶反应伤罕吼，就一直阻挡。毋过伊嘛会甲别人讲台语，看着我就因为有冲突吼，就变做讲两个人其实都无友情，其实连同事诶情谊嘛无就变做伊就有时阵会听着吼，听着伊甲别人讲台语。毋过伊甲我是拢无话通好讲。其实安尼嘛无要紧就是讲有诶人伊会晓讲，毋过伊不爱伊较无惯势甲我讲。这其实就是白事讲，我今仔去参加一寡线顶诶即个活动吼，有诶主持人就是即种特色大细心，我就知影讲有可能我就无合带去伊遐较袂合。有诶人这实在是应该就是爱加走伫伊诶活动内底伊诶房间内底我着爱家己巧巧去拣莫去找一寡会造成我家己乌白相会就是举一个例若讲我即摆讲即个台语诶腔口有可能无遐好势，毋是自细汉有讲过一段时间讲台语会晓讲，毋过即个音调无遐稳定。即个时阵我着莫去找一寡找一寡一直会甲人写一直会甲人就是伤过头注重讲台个腔口应该是爱互伊耳孔讲甲听甲足惯势。有人是安尼，伊可能嘛忍袂牢私底下讲诶就好伊阁会当面去甲人问我若知影有即种人，我就离较远诶，毋免去互家己阁伤心。有诶人就是足严肃诶就是白话字诶，即个幼稚有可能较严肃较无遐轻松嘛其实嘛无要紧就知影讲因着较认真，真正足认真诶。
莫安尼卡袂着，就互家己替伤着。无需要安尼吼，即条路吼，就是豆豆行，行较远嘞吼。我相信有一天我嘛会进步，有可能即马进步甲别人比起来，无得比吼。有的人较占赢，有伊先天的条件。我进步较慢吼，有可能嘛无遐认真。这就袂需要讲今仔日去写即个，甲家己拍分数，伫公司甲家己拍分数。有的人就足够写的，足注重的。我有可能写会阁落狗去吼，着有可能。你嘛会使讲，拢写甲阁紧阁好的人吼，是有合作顶时，互人牵绳是有道理的。毋过即个时阵，我着爱知影讲，嘛毋免讲我哪会讲做这代志无适合做顶时，着安怎毋免安尼甲家己伤害。着知影讲对啊，你叫我做这我嘛实在挡袂牢，做较认真的物件。我着想讲想一寡好处讲我即马着开发足单纯的。有问题阁会使叫别人斗相共，袂足孤单较压力较无遐大的压力。莫互家己定定去比，讲爱做啥物较完美的即个有一个完美的即个形象囥伫头壳内底，讲家己爱做甲即种程度。安尼对家己来讲嘛是一种伤害。当然嘛无可能行甲足久长。若想要做甲久长，就知影讲我这人吼，就是差不多安尼。毋过做安尼我欢喜，就是不时就想起讲，我安尼做我会较会欢喜。当然有别条路。有的人可能就是去教台语安怎？做做迄种头路，我就较袂欢喜。安尼我着去拣较欢喜的代志。无就是讲若讲写册爱写安尼，逐个拢合逐个口味，阁会当讲有评审去投稿。我着较做这代志我较袂合，我需要讲较自由自在，安尼黑白写，无人会甲我限制，较无包袱。就是我若知影家己的个性，就是爱欣赏家己，莫讲家己的个性安尼，阁不时想讲，头壳内底欣赏，阁走出来，讲我哪会无法度做甲安尼？着路线无共，为安怎要互家己安尼艰苦？这就是爱想较开的。有可能我嘛会想袂开，较会讲，看别人安怎做，想讲我嘛想要安尼，会去学别人。进前去实习的时阵，去国校实习的时阵，就看到有一寡囡仔就是爱学别人。我若教别人用啥物方式去做图，人就紧来学。毋过就甲我的想法无共。我想要爱的是讲，规个班有的人做安尼做，有的人安尼做，莫逐个拢做共款的物件。我相信即个地球，即个创作者嘛是安尼。若逐个拢做共款的代志，安尼足无彩的。因为有可能伊嘛想要看，看别人人类会当做啥物较有创意、较无共款的代志。若今仔日我写册写甲足实行的，
毋过着变做伊诶路数着爱较固定。安尼变做嘛做无彩，有可能即个创造地球诶人，伊着是爱看着无共款诶物件。想要互大家去发挥，伊无想要讲，甲你讲啥物是好诶，大家拢去对这好诶即个模样根本去做，安尼做诶毋是大家拢共款，安尼伊创造即个地球嘛诚无意思。就亲像讲，我嘛无希望讲，因为伫咧即个实习诶时阵，规班拢做共款诶物件，我想要看有无共款诶物件，这意思是共款诶，所以讲有时阵拢是会去误解，误解啥物物件，误解就是想要伊别人诶反应，所以会讲我嘛想要安尼，安尼会得到较是正确诶路。就是对正确行家己行甲伤孤单，无人认同，安尼是错误诶。我甲即个对甲错，甲即个诚侪人拢伫咧做，拢家己难做伙啊。其实即个台语文除了讲即个腔口以外，嘛有创作，嘛有写文章。其实我学即个用法文法是会学甲较水气就是讲口语方面有可能有诶人是较专长，我着毋免讲希望家己是事事拢占赢，若做袂到，着会作气诶。其实嘛毋免安尼，就是放互轻松。为安怎要放互轻松咧？你若讲实在是足大诶压力，嘛变做讲会亲像白话字即个团体共款，可能逐家拢使命感伤重，沉重，安尼变做讲，实在是有够沉重。若讲沉重无遐适合我，我着毋免讲要走伫白话字即个团体。我即摆嘛是足自由，无共款诶团体，拢会当去参加，拢听因安怎讲，拢开放。我嘛知影讲，白话字伊喙讲嘛有伊诶道理。毋过这着变做讲，嘛毋免伤要意讲，若有别种讲法、别种做法，甚至有诶人想讲，即个台语有可能就是无法度取代华语，这甲白话字诶即个群组较无共。因为白话字诶群组是较想要博中国话安尼。若讲有无共款看法诶人，号码派啥物派，我嘛毋免讲，嘛毋免感觉讲足孤单，足想要影响别人。想想诶，我嘛无代表啥物团体甚至即个团体，我有受伊理念诶影响，毋过伊嘛无诚甲我认同，嘛无甲我当做家己人，无需要安尼互人洗脑了后，佫变甲足紧张，变甲足无快乐。毋过别人嘛想讲你无够格，因为可能无做甲因100分，所以讲，就是做家己毋免讲我要做白话字诶即团体诶代表，我要做啥物代表。有时阵是真正想要做一寡代表，就变做讲行伫路里嘛无欢喜，安怎嘛无欢喜。我若会当做，我会当做诶。其他其实就
爱相信即个宇宙有一个比我较敖的人吼，一个造物者吼，伊互伊安排就好啊。这就袂需要讲今仔日就是公司有开始讲爱拍一个年终的分数，安尼要安怎处理？有一个足复杂的即个方式，即嘛有人去处理，我嘛毋免去遐烦恼啊，去遐想讲安尼哪会算会出来安尼？毋免我去操烦。对，我想我看就是即个台语即个代志嘛，毋免去操烦。相信讲，伊是一个过程，伊当然有，我著是参与一部分吼，毋免去惊讲，毋免去烦恼伤济，操烦。若操烦嘛无较绝吼，就是会当做诶，家己会当做诶，就尽量做。嘿，嘛毋免讲逐工安尼，摕即种摕即种代志来互家己无欢喜，爱有家己诶欢喜心，就是安尼。